Hello，咁多位大家好，我係團巴，歡迎大家咧收聽今日嘅團巴投資日記頻道啦。今日咧就係2025年嘅10月10號啊，星期三晚上9點08分，期指咧就報緊25,538點嘅。咁我哋今日嘅 topic 咧就係恒指議息之前咧突然抽高有玄機喎。咁木頭姐 Elon Musk 細佬再次減倉 Tesla 短線係咪要小心咧？美股議息之後咧就有啲咩策略？就係我哋今日嘅 topic 啦。咁啊，開始之前例牌先睇咗個免責聲明先，停一停睇一睇。好，我諗大家睇晒聲明咧，可以開始今日嘅內容。今日首先都歡迎啲新聽嘅朋友仔啦。如果你第一次聽我 channel 咧，記得影片下方打開更多內容咧，就會見到我哋過去10幾集嘅團巴教室噶啦。咁我哋呢個 channel 咧有句口號嘅，叫睇前記得 like，回報肯定唔會低。咁所以記得幫手 like 下啦嚇。咁啊，琴日我哋段片咧得455個 like，咁希望大家都記得幫手撳下今日嗰個 like 啦嚇。咁啊，等嗰個次數可以上翻去500零600個 like 咁樣啦嚇，唔該晒。咁啊，如果你係第一次聽嘅話咧，咁我呢個 channel 咧，大部分時間都係講翻啲指數啦嚇，港股、美股指數啦，同埋一啲大隻嘅權重股嘅。咁啊，最主要都分享呢類型嘅。咁所以有興趣咧就聽埋落去啦。咁啊，事不宜遲咧，我哋先講翻就係呢一個嘅即係最 update 嘅走勢睇法啦。咁啊，首先今日咧我自己就冇任何嘅操作嘅嚇，咁啊其實喺收市之前啦，我都有提到就係話我唔會搏議息嘅嚇，咁你亦都見到我話資金面亦都係出現咗啲息路啦，咁啊小時系統亦都係出咗個呢一個嘅超賣，咁啊所以就有迎來一個反彈啦，等等等等，即係好多因素嘅嚇，咁但係呢類型嘅因素都唔足以令到我去加倉嘅嚇，因為最主要原因大家都知，首先我唔係一個中意賭嘅人嚟嘅，我就唔係好中意搏嘅，咁所以我自己偏向冷靜嘅。但係你見到我，其實我喺今日嘅晏晝啦，我已經有講到就係話，如果唔係聽日議息咧，我可能已經手痕加個倉噶啦。咁所以冇辦法去到年尾，即係我希望呢度少少分享啦。其實去到而家呢個階段，如果你今年仲係正數。嗱，我都好坦白嘅，我成個倉位咧，港股因為今日抽翻上嚟啦，咁所以我又 OK，咁阿里我均價其實係 under 150蚊，咁但係騰訊同埋港交所都有輕微嘅虧損啦，就大概2個零3% 度啦，咁一隻阿里就有即係有賺啲咯，咁3隻平均嚟計我都係微虧緊嘅，咁還好咧，因為我港股倉位係唔夠美股倉位大嘅，咁我最主要 Tesla 啦。咁 Tesla 因為大家都知我有分長倉同短倉啦，咁長倉咧我自己就暫時未有任何變化嘅，咁但係因為喺今年好低嘅位置均價咁坐上嚟啦，咁所以一直都 keep 住個利潤，同埋長倉我真係睇好長線嘅。短倉咧我嘅利潤咧，即係短倉其實係我最主要去做炒賣嘅一個倉位嚟嘅。咁短倉嘅利潤咧，我就去翻11月初嘅時候嘅位置，喺上個星期458 Tesla 嘅時候。咁但係因為而家就落翻落嚟啦，咁所以點都係有翻少少跌翻落嚟嘅啊，就唔係去到全年高位嘅。咁我亦都好簡單講，就係11月、12月其實我只係微利嘅，我都達唔到我自己目標嘅。so far 到而家啊，咁所以我自己嘅策略就係，既然11、2月咁難炒，係嘛？大部分人都即係有啲仲要輸添，我知道都唔少人輸添，唔係個個好似我死錯係嘛？咁啊炒港股仲大鑊，11、2月係回咗添啊，直頭。咁所以反而你問我自己覺得就會出現咗啲咩問題咧？就係即係我自己覺得，起碼而家我叫做仲喺個高位度。我琴日亦都減咗倉啦啊！即係你見我琴日我自己寫得好清楚嘅喺個會員頻道嘅內容裏邊。琴晚係咪呢度啊？睇下先，9個鐘前12個鐘係琴晚呢度。我話有睇我下晝內容就明啦。咁啊最近幾日咧真係好關鍵嘅，話升浪又唔長，呢個係琴晚瞓覺前嘅時間嚟嘅。咁啊 Tesla 小時 RSI 13又係轉勢啦，即係轉勢有機會升咗10零日啦，又係聖誕前啦。咁我唔識講啊，咁我自己就講到明，我係掛咗448至452減磅，都係嗰句啦，我冇投資建議，我一直係分享我自己操作策略，咁希望大家理解，我係冇任何投資建議。如果你真係想諮詢我咧，咁我係答唔到你，我一直都係分享我自己嘅，我從來冇叫任何人買賣嘅，呢一點你要大家要明白理解，因為
冇人即係你諗下，你賺錢又唔會俾我嘅，係咪先？我亦都唔會問你攞啊，係咪？咁所以我冇任何投資嘅建議嘅啊，所以千祈唔好問團爸，你有咩建議啊？呢啲問題咧，我一律都唔答嘅，我淨係分享我自己嘅，希望大家理解。咁我琴日有講到就係我自己瞓覺前咧就掛咗448至452嘅啊，掛咗盤噶啦。咁同埋大家如果見到我有喺我嘅 YouTube 頻道度咧，都會見到我其實已經寫得好清楚，就係我自己點做嘅。咁我今朝6:34，我寫到明我自己中晒嘅，瘦咗身㗎啦。其實45%。咁頭先盤前咧，我又再減少少嘅，而家個倉位係低過50%嘅嚇，好老實講。咁我今晚都會有啲 set 盤會去做嘅，咁陣間就同大家高呼。不過我哋先講咗港股嘅情況先，因為今日咧突然之間咧無端端抽咗上去。點解你話我今日即係如果真係唔係咁嘅情況，聽日議息我會走去鬧咧？係因為先唔好理去卡啦先，呢一段嘅紅色箭嘴咧已經出到第4個。如果大家記得我有印象就話，其實出咗4個紅色箭嘴，唔多唔少都要俾啲面佢，因為最近去到第5個通常都會有翻啲反應嘅。咁而家第4個有少反應，咁所以又唔算話係即係呢個資金面嘅箭嘴，又唔算話可以即刻可以去到有個轉勢嘅現象嘅。因為琴日我亦都同大家講過，就係話我會留意住我自己嘅一個系統啦，係咪？咁我系統又去到呢個超賣區，咁啊又走咗上嚟啦，交叉咗啦，而家走緊上嚟啦。咁我琴日都有提到就係話，我會等呢個位置再跌穿一次嘅時候，我就覺得先係絕佳嘅一個機會嚟嘅。咁今朝我自己亦都有分享係咩咧？今朝你見我嘅內容咧，我寫得好清楚就係話。今日好大機會啦，就算向下跌都唔會預跌咁，都跌幾多嘅。就算今日跌，你叫我寫得好清楚。港股方面，夜期 ADR 變化唔大，相信今日咧就算跌之後都會企穩。因為另外咧，本星期嘅波幅已經800點噶啦，接近。所以我相信最壞情況去到251嘟嘟咧，都有唔錯支持。咁呢度我都寫得好清楚。咁所以今朝跌到落去最低25257，咁其實都係爭幾廿點就落到251噶啦。跟住之後你見晏晝食完 lunch 翻嚟咧，就開始夾上去啦。咁啊夾到去倒升100點收市。其實呢一夾咧好緊要嘅，因為起碼有啲咩事，有啲咩議息事咧要推冧佢咧，佢呢一夾咧幫佢頂一頂先。而家市場就好多聲音嘅，有人就話要見24000，有人就話要見23000，有人話熊市再來臨啦，係嘛？港股升唔起啦。港股而家要轉勢要跌啦，好多呢啲即係比較負面嘅情緒出現，係我自己見到嘅。但係識我嘅人都知㗎啦，我不嬲都逆向思維嘅，同埋我一直都仲未係改變我自己咧係牛市嘅睇法，除非佢穿250天線啦嚇，咁我會重新去思考嘅。咁但係而家呢一刻距離250天線真係好遠，而今日咁樣突然之間抽上去咧，咁我都想俾大家望下，即係當係一個我哋一個 brainstorm 啦，即係睇下。喂，原來之前減息之前，究竟恆指一般係點咧？嗱，上一次減息咧就係10月30號啦。咁啊10月30號減息咧，恆指咧就係之前星期三咧就係喺高位度嘅，見唔見到？喺個高位度，即係有個短期反彈高位，減完息之後咧就掉頭落翻落嚟嘅嚇。咁啊有個小回調嘅。嗱，呢度大家留意住啊。好啦，跟住之後咧，去到9月18號。9月18號係另一次嘅減息嚟嘅，咁啊9月18號就係呢一日啦嚇，咁啊呢一日之前就係17號，咁亦都係有個嘅升咗段嘅，咁啊減完息之後咧，你見到佢又係回咗4日落嚟嘅嚇，先升咗上去，回咗4日落嚟，升咗上去又回咗4、5日落嚟 ，OK 見唔見到啊？嗱，同一個 pattern 好接近嘅，咁啊今年因為即係喺近期就係減咗2次息啦，咁所以我哋再睇下，譬如好似7月31號咁樣啦。7月31號咧，其實佢就冇減息嘅，咁變咗咧，你見到佢就純粹係一個小回幾日但係都算係本身一個升緊咗上去嘅高位附近啦。咁啊，小回幾日咧，咁佢又做翻個反彈啦。咁啊，再睇多6月19啦，因為都係冇減息嘅冇減息嘅。咁但係你見到佢雖然冇減息啫但係你見到佢回完落嚟之後咧，喺星期三如果佢冇減息佢就會再落多一棍，跟住之後就有個反彈就轉勢啦，小反彈啦。你見冇減息啦，我哋睇多次6月18號同埋7月30號，咁呢兩次都係冇減息嘅。你就係見到冇減息前咧係未開車嘅，咁但係一公佈完咧，佢都係會有個順住冇減息嘅情況底下就會有個小順勢，然後就轉勢。
小順勢轉勢啊，記住小順勢轉勢啦。我哋可以睇多一次5月8號啊，5月8號咁你見到即係5月7號啦，係咪？咁你見到都係升緊嘅啊，跟住之後咧都係有個小順勢，佢冇話佢唔減息嘛，係咪？5月8號唔減息，佢都會繼續小順勢，然後佢冇跌強啊嘛，個市係咪反彈更強啊嘛？去橫行啫，以橫去消化啊，即係都會有咁嘅情況，有個轉向嘅，即係話如果佢唔減息，佢一直升緊。佢一宣布咗係真係最後尾唔減息咧，佢就會開始有個小轉勢嘅情況出現啊。咁但係冇咗佢個趨勢嘅 ，OK 有個小轉勢嘅情況出現。佢有個明咁講，先有個小延伸勢，然後有個就會出現一個小轉勢噶啦。OK， 好啦，咁但係我哋就睇翻上年咯喎。嗱，上年嘅12月19號咧就有減息嘅，12月19號有減息咧就係呢一日啦。啊，19號就係呢日，見唔見到？咁即係話18號咧係會就係18號就係最後一日減息前一日啦，19號就已經星期四已經減咗息㗎啦，係咪宣佈完㗎啦？嗰日嗰晚啊，咁啊星期四開始，你見係低開高走嘅。嗱，睇唔睇到佢好特別？佢18號都係先上一上嘅，跌唔落㗎喎。嗱，你諗下，大家有陣時我覺得睇圖咧，我哋要度翻當時嗰個嘅感受，當時。經過一個大夾上到21000，好記得嘅啊，因為我自己好記得嗰陣時都有操作，係走咗嘅啲貨，我唔記得應該係呢一次嚟嘅。21000高開低走，由21000殺到落去19600，你試諗下，突然之間急跌呢1300幾點，你唔好話俾我聽，當時大家都好冷靜，會識抄底啊，我唔信 ，OK， 我唔信，聽住，好啦。到隔離嗰日突然之間又彈翻百零點喎，咁大家會覺得咩啊？即係大家都係驚啊，係咪觀察啊？係咪？到之後到星期四公佈完，即係星期三公佈議息，星期四開始啦，又低開喎。嗰日你唔青，我唔信咯，係咪？咁最尾係咩咧？就由呢個19591就彈到上去咧20193嘅，都彈咗600點，係嘛？咁所以呢個就係好特別嘅地方。咁我哋再睇下咧，就係11月嘅8號都有減息喎。嗱，11月8號減息咧，就唔同喎，佢先跌後回穩，然後有個反彈，然後咧喺8號減息之前係一個高位嚟嘅喎。嗱，佢因為佢11月8號減啊嘛，咁即係11月7號係減息前嘅一個交易日啦，係咪？喺港股嚟講 ，OK， 咁你見到一宣布人減息，第二日係高開高走，小高開頭段小高走，跟住點啊？就掉頭回翻落嚟，即係話。減息係好容易令到佢有個反轉嘅，如果減息成功啊，好啦，咁啊仲有9月19號係一個比預期更加多嘅一個減息出現啦，就唔同講法啦，因為預期更加多嘅減息咧，就令到佢拉升啦。嗱，本身已經升緊嘅，就令到佢拉升啦。所以問題係個預期，如果同預期一樣，即係而家大家都預期佢會減噶啦，係咪？除非突然之間同你講減1厘，減0.5，咁會比預期多。好興奮，或者會後言論明年減好多，係嘛？即係好放100隻鴿出嚟飛，屙白鴿屎咁周圍屙，係咪？如果係咁樣嘅情況底下，佢就我相信就即刻大轉勢，全球股市一齊大轉勢嘅升，繼續向上平平棒咁樣，唔係轉勢跌啊，係繼續向上平平棒咁升噶啦。但係如果係同市場，因為而家已經係大家估係80幾個%機會係減噶啦。咁同市場預期減得差唔多，亦都係話明年亦都係咁上下，冇咩太大嘅變化，都係應應地又唔係好夾，就好中線嘅中間嘅咁個言論嘅話，你見到恒指就係咩啊？就好大機會就會轉角，而轉角唔係即刻領板衝，佢有機會都要再試一次，跟住先轉角，就會見到呢個情況。所以我自己都係嗰句嗱，如果聽日真係落翻去25、21呢啲位置附近，甚或者穿一穿，我自己會再加嘅嚇。先講一講我，記住係講我啊，我冇叫你做，我亦都冇任何投資建議，你千祈唔好聽我講啊！你自己做好功課，你先好去交易啊！呢一點係非常之緊要啊！即係千祈唔好問啊！團爸你叫我冇叫你，你係邊個我都唔知，我對緊自己部電腦講嘢嘅啫，我錄緊我自己嘅一個交易日記同埋我自己嘅一個嘅功課嚟嘅啫嚇，我冇叫任何人買嘅。即係有陣時最唔明嘅，即係輸又要鬧嗰啲，通常咧串我啊輸嗰啲咧，我而家睇到好煩嗰啲人咧，我第一時間 block，我連覆佢都唔會覆，我即 block 嚇。雖然你可以繼續留言或者你可以繼續睇，但係我就唔會再覆你，因為大家道不同不相為謀，頻道都唔同，佢同你傾你都嘥氣
係嘛？喺我眼中，我嘅層次維度高你 M 倍，咁我同你傾即係好辛苦嘅有陣時係嘛？大家都唔係同頻，冇理由叫我同個巴基斯坦、非洲人講嘢，大家嘅語言都唔通，點傾啫？係咪先？佢嘰哩咕嚕，我又唔識，我又唔明佢用英文，可能我更加聽唔明。因為我自己個小朋友咧，好多印度嘅爸爸媽媽嘅，我唔係冇歧視任何人，因為呢啲印度人都好聰明、好有錢。我同佢哋傾，佢哋英文係真係，我都要好努力去嘗試集中精神聽。本身因為我自己又唔係話即係好多外國嘅客戶，雖然以前都係有即係以前當然以前做緊 band 嘅時候，英文梗係會好過而家，因為而家真係好少講。但係我都會好集中精神去聽，盡力去聽嘅。但係始終係爭啲嘅，因為都係比較略啲，同埋佢哋有啲印式英文。咁當然啦，我哋都係港式英文啦。OK，即係我只係想表達一樣嘢，就係大家記住，即係我都係我自己分享我自己功課嘅啫嚇。大家睇完你覺得咦好似團巴又講得幾係喎，咁咪留意住咯。所以我只可以話俾大家聽，我自己個觀點睇法，喺基於我睇翻議息真係有減息嘅月份嘅走勢嚟睇，我發現真係好容易出現轉角呢兩個字，轉勢轉變。同本身嘅趨勢轉變呢一個情況，只不過究竟聽日係直接高開高走定係低開，要有待觀察。咁但係 anyway， 無論如何都好，聽日都好大機會我會 take action 嘅。同埋聽日咧最慘一樣嘢咧，我係8點幾機嘅，咁啊應該如無意外真係要喺個飛機度咧買，即係喺個飛機度去做呢樣嘢嘅嚇。咁所以就係咁樣啦。OK，喺個飛機度操作。好啦，咁啊講完港股啦，咁我哋都好快脆，亦都可以望下科指啦。咁科指亦都係我自己覺得咧，亦都係中咗我所睇嘅區間位置㗎啦。其實科指啊，咁我有講過就係話科指有機會試多一次5500點嘅。咁啊今日最低5502點，咁所以我覺得未來一兩日好關鍵啦。只要喺5500點附近呢個位置企得穩，佢再向上呢一個突破就係非同小可。係一個升浪嘅真正開始啊，應該大家都會理解我講啲乜嘢㗎啦啊，咁就係，所以你問我自己嘅睇法非常之簡單啊，就係有機會咪捕捉下咯，係嘛？即係睇下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咯。咁可能大家會見到晏晝都講，哇唔係喎，你唔係驚美股冧唔冧？唔好話驚美股冧唔冧，即係有陣時我哋都係理性睇嘅啫，係嘛？即係等於美股呢期反彈得咁好，港股都好似一撇屎咁，唔一定係要跟美股，因為港股係有自己 pattern 㗎啦，我想講。啊，即係你見到港股好似尤其是今年科指喺呢一個嘅9至10月嗰陣時，9月份你睇下佢升得幾勁？喂，9月頭5500升到去6700喎，你睇翻同期納指9月份，同期納指9月份講緊係由呢一個嘅21000升到上23000啫嘛，都係升10% 啫嘛，唔係10%，係啊。21000、22000幾啊，千幾點咋？10% 到8% 啫嘛。科指納指，喂，科指升幾多啊？科指係講緊由呢一個5500幾升到6700，升1200點，科指升2成喎，比納指升到1倍喎，即係喺個比例上啊。OK，咁所以唔一定係一樣啊，即係可能美股有機會嚟緊會反覆磨，但係科指可能 take action 唔出奇嘅啊，即係呢一點我覺得大家要留意住嘅。OK。好啦，咁啊，跟住之後我哋好快脆介紹埋自己嚟講美股啦。咁啊，大家好，我係團巴，你聽緊 channel 咧叫門巴菲特嘅 channel 啦。希望未訂閱嘅朋友仔幫手訂閱同埋鐘仔啦，幫手 like share 俾個正面 comment 嘅。想請我哋一杯咖啡咧，歡迎俾個超級感謝俾我哋嚇，因為我哋做好多功課嚇。咁我哋都有個會員頻道啦，每個月咧就係200蚊。咁啊，我哋 keep 住咧會有啲技術面分享嘅。咁呢個月講聲唔好意思，就係因為自己比較忙關係，只會出一段嘅，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啦嚇，俾小弟一次機會休息下嚇，因為聽日又出差，下個星期又有3日唔喺香港，跟住翻嚟咧換一換件衫，執一執啲嘢，就要即刻飛咩啦？就要即刻飛芬蘭啦，帶個仔去見下聖誕老人，跟住已經去到年尾先翻嚟，我30號先翻到香港，咁所以希望大家諒解下啦嚇。咁中段我有時間我都會做下復盤嘅，有時間嘅時候。咁希望未訂嘅朋友仔幫手訂閱啊！如果想加入咧，支持下就可以撳埋個加入掣啦。咁啊，如果你用 iPhone 咧，記得用網頁版加入，咁咧係會平啲嘅。咁啊，另外我哋都會見到有好多嘅會員頻道一啲即係會員頻道先有嘅分享啦。同埋我係如果你係會員頻道朋友仔咧，我亦都有個 Telegram 嘅一個頻道喺度嘅嚇。咁未全部加晒，我見到仲有成一部分嘅朋友仔係冇入嚟嘅。咁可能佢哋少入嚟啦。咁但係我喺入邊嘅分享咧，大多數一啲我覺得好重要嘅內容咧，我都會貼翻上 YouTube post 嘅，為表公平起見啊。
咁所以呢邊我都會去講下嘅啊。咁啊，琴日都好恭喜大家啦，即係好多朋友仔自己做完功課，咁啊，哇，就有啲好犀利，仲犀利過我都448至452走，佢淨係452就一注獨贏走晒咁，哇！即係恭喜你哋啦嚇，OK， 好犀利，你哋自己啲功課做得好過我。好啦，跟住之後咧，我哋都睇下今日球紅表啦。其實你見到冇乜特別嘅嚇，即係未去到好絕對性，同琴日就收市前嗰刻係爭好遠啊。咁另外我哋都有如果大家真係有興趣嘅話咧，咁啊都可以睇下 VBool，因為 VBool係我自己其中一個有用嘅戶口啦。咁最主要就係佢係港股美股暫時都仲係零佣金、零平台費啦。咁啊，所以好似我呢啲成日就偷位啊、走嚟走去嗰啲咧，出出入入咧，的而且確真係慳好多嘅手續費嘅啊。咁所以有興趣嘅朋友仔咧，就可以自己去了解下，或者可能係呢度個 QR code 啦嚇。咁我哋亦都喺呢度咧有個連結啦。咁啊有興趣咧就可以自己去開翻戶啦，就係咁樣啦。OK，好啦，咁啊跟住之後啦，仲有啲咩講啊？都要介紹下，因為始終我成日都俾師姐責任啊，團班你好少介紹我哋個IG page， 係冇錯，我哋有個團，我仲有個團隊咧，就係師姐，咁佢哋自己有 IG page 嘅，就叫 TD Trading Diary 啦。咁佢哋咧最主要係做短線交易為主嘅，咁你見佢哋 keep 住都有好多唔同嘅內容分享啦。咁包括咧佢每一日咧自己咧嘅交易啦，啊每日自己嘅交易啦，都會咧喺入邊分享出嚟，而佢哋咧最集中咧都係交易一啲短線嘅。即係一啲短線嘅交易嚟嘅嚇，咁所以大家就可以留意住啦嚇，咁如果有興趣嘅朋友仔咧，咁啊大家可以自己去睇一睇嚇，就係咁樣啦。OK，好啦，咁我哋咧就繼續去講翻就係美股啦。咁啊先講咗就係Tesla 啦，因為大家都好關注，包括我自己都好關注，專登去做一做功課，究竟會有啲咩影響啊？咁唔好應該咁講先，我哋先逐隻睇下啲情況先。嗱，先講咗咧就係呢一個嘅NVIDIA 呢個 TQQQ 啦嚇。咁我見到咧其實已經係個數值咧開始係走到中線㗎啦，其實嚇咁有一定嘅消化力，消化咗㗎啦。咁希望短期再嚟到一下嘅時候就可以消化晒啦，希望係咁樣啦嚇。如果真係議息之後。留意住會唔會有個 chance 會出現 call 啦，咁呢個都係我自己會好好咁觀察住嘅。咁再睇埋 NVIDIA 先 ，NVIDIA 啦，咁我琴日都講啦，係咪？即係琴日哇，咁特朗普又話可以賣翻出去，係咪？好多嘢哇，好利好，你睇下都升唔起。琴日盤前定唔知夜盤啊，190添，去到係咪？去到琴係咯，190.99添最高，最尾都係升唔起，都係回翻落嚟，冇辦法。我只能夠講咁樣先係一件好事啊。咁睇下嚟緊係會唔會入翻落我 channel 做一個高低底。如果真係咁樣，我真係覺得反而係一件好事啊，因為會俾到我一個買入嘅機會喺度嚟嘅啊。即係我自己不嬲覺得 NVIDIA 係唔會有啲乜嘢事，但係如果真係肯回翻落嚟，就係行呢個高低或者雙底咧，就係我自己就會覺得一個好唔錯嘅一個 chance 嚟嘅，因為一般走勢技術走勢形態都好常見呢種咁嘅形態，就係雙底或者高低底啊，等佢回落嚟，最好唔好低過呢個底，高啲咁就 perfect。咁當然佢殺落嚟假突破都得嘅，但係到時就要再睇形態。但係短線的而且確係一個 good chance 嚟嘅。嗱，俾大家望下，譬如即係過去你見到通常一出咗喺個超賣區一出咗一啲交叉嘅情況出現完之後，都有個小回調做高低底，咁跟住之後就有啲勢頭會出現㗎啦。出現完之後有個小回調，出現完之後繼續回，出現完之後咧呢個就有啲升嘅，但係都係要有個高低底啊。即係你會見到睇下個當時佢屬於劣勢定係好嘅勢頭啦，係咪？咁就係咁樣啦嚇，咁每一次有出現嘅時候咧，嗱呢度都係啦，出現完都嚟多一次嚇，上年8月，所以係而家啱啱出現完，如果真係翻落嚟再試，或者佢落深啲，咁我覺得就未必真係一個幾好嘅 chance 嚟啊，咁可以我自己會留意住啦嚇，咁到時再睇啦。但係而家呢一刻肯定乜都唔做噶啦嚇，而家呢一刻，咁當然如果佢破咗呢個 up trend 啊，更加要小心啦，短線一定係要等佢得夠少少先做嘢啦嚇。跟住之後到 Meta 啦，Meta 而家就落翻650幾啦，冇辦法，我都係嗰句，其實一定要等議息嘅，最穩陣就佢議息完之後，萬一真係有少少唔
唔係咁好嘅現象咧，消化埋呢個裂口咧，做一個升跌嘅一個情況，然後再嚟一個反彈咧，就有條件再彈高啲嚇。咁希望係一個咁樣嘅形態啦。咁短線咧，個指標咧開始落緊㗎啦。咁最好就唔好突然之間彈啦，落到去低啲嘅位置先出 call 會，即係先出個先入超賣交叉會比較好啲啦。咁最尾咧就講下 Tesla 啦。咁Tesla 最關鍵係首先呢一個嘅嗰個叫咩啊？嗰個叫做木頭姐，佢又近期有減啦。咁佢減唔算多啦。佢上個禮拜五嘅高位佢有減，好似減2萬。我睇下先啊。我專登記錄咗個數據嘅。上個禮拜嘅高位佢應該係有減嘅，睇下先。上個禮拜五，上個禮拜五高位咧減咗3萬幾股嘅。上個禮拜五啊 ，OK，咁即係琴日咧就減咗2000幾股嘅，好少。咁但係最緊要咧就係琴日細佬咧 Elon Musk 細佬咧就減得多嘅。咁俾大家望下過去佢減親會啲咩情況嚇。首先咧喺我哋就係睇呢近呢4年啦。喺2021年嘅2月8號咧，佢有減3萬股嘅。2021年嘅2月8號，2月8號，2月8號就係呢度啦。OK， 呢度2月8號呢度冇錯，佢減咗3萬股。咁大家睇下，黐線佢減完之後好勁喎，跟住 Tesla 要跌37%喎，好誇張喎。而 Tesla 呢個跌嘅時長咧，係跌咗幾耐咧？由2月9號開始到呢一個見底咧，足足用咗咧18個交易日，接近1個月嘅時間跌落嚟喎，好誇張啊！好啦，跟住再到另一次咧，就係2023年嘅4月3號。2023年嘅4月3號，2023年嘅4月3號，等陣先啦。4月3號，即係呢度冇錯，呢度呢度減嘅。咁佢當日減完之後咧，減完之後回到落嚟呢度咧，又回咗21%喎。咁當然佢都係佢有冇加我就冇 check 啦。但係佢一減完就回咗20零個%。咁呢20零個%用咗幾耐咧？由佢減嗰日計之後嗰日計咧，到見底咧就用咗16日時間，17日先見底。即係你諗下喎，嗱，好準噶咯喎。佢2次減完都係搞咗10幾日時間，差唔多1個月嘅交易日，因為1個月20個交易日啦，我當都搞咗個比較長嘅時間，佢先翻到轉頭喎。即係呢一點都好值得大家去留意住啊！跟住之後咧，佢都有瀨嘢嘅時候嘅。咁佢瀨嘢邊次咧？就係2024年嘅2024年嘅11月1號啊。當時咧就係Tesla 咧係經歷緊一個回落嘅，先升後回落先升後回落，記住啊！咁因為我相信佢就係驚咩咧？佢係驚呢個大選會瀨嘢啦。咁佢就11月1號減嘅。咁佢減完咧，第二日再落多少少咧，咁佢就 P 咗 K 啦。因為就係238蚊咧，佢就 miss 咗一個我以佢減個位置收市位計啦，佢就 miss 咗一個45% 嘅升幅啦，就出現咗個咁嘅情況。跟住之後我哋再睇下咧，就到2025年啦。2025年咧，佢 total 都減咗2次嘅，一次就2月6號減，一次就3月10減咗3次，一次就2月6號減啦。咁2月6號就係喺呢度，係咁喺呢度減嘅。咁佢減完之後咧，由佢減嗰日嘅收市位計咧，落到嚟最低咧係又跌40幾個%嘅。而佢減完之後嗰日計啦，到最低位咧，又係用咗10零20日嘅喎，又係用咗20日嘅喎，又係跌足1個月嘅喎。佢好似知道咗一啲嘢咁樣嘅喎，你明唔明我講咩？即係佢好似佢咪睇到啲乜嘢咧？又跌1個月，好啦。咁但係佢唔係次次都咁犀利嘅，
到3月18號咧，佢又減啊，咁啊嗰次咧就減咗7萬5千股，咁呢個係呢個 Clock 嗰陣時就係講嘅嚇，咁當然希望佢唔好 fit 我啦嚇。3月18號減嘅佢寫住，但係佢話個平均價係360，所以我啊唔係好睇得明嘅，其實點解有360嘅嚇？咁啊 anyway 唔緊要，咁啊先當佢真係有啦。咁嗰日真係有減嘅話咧，佢係減在低位嘅。咁啊減完之後咧，就出現咗個好強嘅即係見底反彈啦嚇，咁啊升咗咧有成講緊彈咗30幾%嘅。咁但係再最近嗰次咧，就係5月份，就大家都一定有印象嗰次啦。5月27號，佢精準地知道咧，佢哋就嚟嘈交之前減嘅。咁呢一次咧，佢減完之後咧，喺5月27號啦，咁我就當係28號嗰日計開始，又係跌咗20幾個%嘅。咁呢一次啊跌好短時間啫，跌咗1、2、3、4、5、6、7日，7日就見咗底啦。咁你會見到其實基本上每一次去減咧，不約而同地咧都有個20幾至30幾、40%嘅一個跌幅喺度。亦即係話，如果今晚真係有啲咩唔對路，佢減完之後，假設今晚真係又喺翻440幾、450呢啲位置附近，咁佢跌20幾、30%嘅話咧，20%啦，咁其實已經係都幾大鑊下過成件事。我自己覺得佢即係翻去呢個裂口，甚至乎過呢個位，所以呢樣嘢係我一個比較驚同埋恐慌嘅一件事嚟嘅。呢個的而且確係咁樣，咁但係當然啦，佢亦都有明顯瀨嘢嘅時候啦，係咪？即係你見到上年11月嘅時候，佢係明顯地瀨咗嘢啦。佢減完之後係第二日冇錯，第二日跌咗2點幾%，係嘛？佢由佢減嗰日計啦，減嗰日嘅收市計啦，到最低就跌多4%啫，係咪？跟住之後就嚟料啦，就有個反彈，所以佢有機會錯。咁我自己個人覺得就係喺我眼中長倉長線一定係好啦。咁短線真係萬一真係唔對路，我自己定，因為我而家減咗半啦，所以整體我成個倉位嘅均價係因為我呢一半大概有8至9蚊嘅利潤喺度啦，再加埋之前我又偷嗰啲位，咁大概就係8、9蚊利潤啦。咁我一減咗半之後咧，落翻落嚟我平均價就係430嘅，即係你問我，所以我底線就係430呢啲位置。如果同埋今晚我自己會喺瞓覺前會掛一掛盤嘅，點解咧？嗱，我俾你望一望，大家會明噶啦嚇。咁我哋咧可以睇翻啦，唔好介意啦嚇。即係如果今日講得比較耐少 Tesla 呢一 part，我哋就係睇近呢2次就算啦。嗱，我哋睇翻10月30號 Tesla 當時嘅一個議息嘅當日嘅一個振幅係點樣？大家可以望下10月30號。咁啊，當日就係喺應該係冇錯，應該係呢啲時間公布減息嘅。咁你見到咧 Tesla 一公布完減息咧，佢即時咧係抽咗上去，即係應該咁講啦，一高一低啦，講緊可以有成452至到462嘅，即係有10蚊嘅一個空間喺度嘅。咁當然嗰日有個唔好嘅現象就係一開完就即跌啦。但係開嗰陣時都好近嗰個附近高，琴日附近高位嘅，咁所以 that's why 點解我話我會揀喺琴日附近高位先再減多少少，然後睇下佢瞓覺前，我諗我今晚都係11點零就瞓緊，我聽日6點要起身刷個牙洗完面就出機場啦。咁所以你問我就你預有10蚊啦，當日嘅振幅有10蚊啦。OK，咁我哋再睇埋就係9月18號啦，9月18號亦都有減息嘅。9月18號喺呢度係啦，呢度咁唔係呢度19號嚟，唔好意思啊，18號係應該係呢度係啦。咁你見當日嘅振幅咧係好強嘅，佢講緊係由411咧去到427嘅，即係呢個零2個鐘係有16蚊嘅一個振幅喺度。咁當然係向上啦，向上升啦，先回就向上升啦。咁而當日又亦都有個好特別嘅走勢，就係佢先上啦，先上啦，跟住之後振完幅之後就繼續上啦。咁所以我見呢2次嘅減息有個特別現象，就係如果今晚你見佢一開高完之後，可能走翻上去450附近就冇乜力，即刻轉個頭打翻佢落去嘅話，咁成件事減完息可能係有機會要震一震去落嚟嘅。咁如果今晚開完佢唔係450企得穩，佢甚或者佢去到45456係一直走高嘅話咧，
咁佢減息嗰下震一震佢落嚟咧，可能震完就第二棍就震翻佢上去㗎啦，有機會係咁樣嘅。但係10幾蚊嘅振幅一定有，即係你好簡單嘅啫，你就用用減議息之前嗰個附近嘅價位，因為大概12.01點咧，12點到啦，我相信已經係定咗局嗰個價位㗎啦，基本上係12點零鐘嗰啲時候。咁你12點零鐘佢行咗大概，因為而家10點半之前係9點半啦，佢行咗個半鐘，可能佢大概嗰個位置啦，因為我都估唔到而家最尾可能4.4幾咁樣當，咁你就知道4.4幾嘅向上8向下8，其實可能就或者向上6向下6，就係當刻振幅會出現嘅一個嘅位置嚟嘅嚇。咁啊，當日就會有咁嘅情況啦。咁都係總之都係嗰句咯。如果今日係震住向下，短線係要小心咯。唔係加倉嘅時候咯。我自己有一個嘅睇法嘅，樂觀嘅睇法。樂觀嘅睇法係乜嘢咧？就係希望啦，都係希望嘅啫嚇，唔知一定係咪中嘅，即係唔知一定係咪會跟呢個 pattern 行嘅。因為呢度有個左肩，而家似行緊個頭未行晒成個形態嘅。咁我就當佢行一個高低嘅肩啦，一個細啲個肩，即係呢個唔準啦，呢個頸咁如果短線真係落翻4.1幾咧，我覺得係再加上呢個 up trend 又頂得住咧，其實再走翻上去咧，呢一個 set up 咧就會帶來明年一個好大嘅年初，可能未必有個好大嘅機會咁所以仍然都樂觀嘅。咁喺我眼中，我邊一刻我會覺得我完全放啦。我琴日喺會員頻道，咁我今日都冇所謂啦，講下喺會員頻道度，我有講過就係話，基於一個短線嘅 RSI 系統，又或者我哋數浪係嘛，我哋都係會睇到，正常嚟講 Tesla 係琴日都有提到就係，聖誕前一定要行完一段急升嘅走勢㗎啦。咁如果今次呢個震落嚟佢守得住嘅，咁短期應該都仲有一個希望喺度嘅。但即係下個禮拜可能都仲有希望做得拉嘅，但係如果今次殺落嚟係真係俾 Elon Musk 細佬睇中晒，成件事係 worse 嘅，好差嘅，真係跌2成破晒位嘅，咁我只能夠講就係小心，即係就好大鑊噶啦嚇。咁所以我自己今日咧，我估計我自己就唔會掛啲咩盤啦，我淨係會走，希望可以喺瞓覺前走到大喺450附近，我會再走多1兩成啦，唔會留多個3成嘅短線倉位喺度咯。咁等佢睇下到時有啲咩情況，就係咁樣。咁至於納指方面咧，其實美股咧我自己就唔會話好負面嘅即係我唔覺得有啲咩問題，因為都係嗰句咯。我哋睇翻對上一次減息，譬如好似10月30號，唔係9月30號嗰次嘅減息，係嘛？係咪9月30號第一次先？我驚我搞錯日子。10月30號唔好意思，即係譬如好似10月30號嗰次嘅除咗10月30號嗰次啦減完息就調整啦，係咪？咁但係你譬如好似9月18號咁，佢減完息之後，佢有個調整，佢調整完都係有空間繼續上咁就算你睇翻上年啦，10月19號啦，上年10月19號啦，咁佢減完息之後咧，你見都係喺個高位度係有震盪嘅，高位度有震盪，就唔係話即刻大跌啦咁樣嘅。咁11月8號減完息之後咧，亦都係有個輕幅嘅調整，之後都有得繼續創新高嘅。跟住9月19號減完息就唔使講啦，就繼續升咁重點就係呢一次減息會即係能唔能夠淨係做一個小回調之後，即係幫佢做翻個合格嘅小回。我都講過啦，合格嘅小回我自己個即係功課睇落去，我哋用黃金比率去睇啦，就係0.382希望啦，即係23,000。咁如果真係有呢個小回調出現，未嘗係一件好事因為之後都會有個好嘅走勢，應該會繼續嘅，就係咁樣咯，好冇？今日分享到呢度，多謝大家，拜拜。